久未喺香港露面嘅吳奇隆特登嚟到香港出席活動，嗱呢一個咧就係珠寶首飾活動啊！你又會唔會拍賣翻一兩件俾女朋友劉詩詩啊？拍賣都唔話你知啊，點可以講啊？但係平時都會唔會送下啲珠寶仔？會嘅，會有啲有時即係會有啲覺得特別啲嘢都會。咁中意俾驚喜女朋友㗎？啲小驚喜嗰啲。係咯，小驚喜咯。咁會幾時諗住送戒指啊咁？呢個我未諗到。如果真係有嘅，就一會睇到啊嘛。暫時未有。即係你會公開話俾我哋聽你嘅好事嘅。我不嬲都公開。最近都好多藝人都即係結婚啊、生仔啊，都好公開，咁會唔會都要試下？好開心咯，覺得即係娛樂圈係一個開心嘅地方咯，即係會有好多好事俾大家知道。自己想成為其中一份子。到時大家會知㗎。未有計劃。暫時未有。另外，佢仲透露依家忙緊籌備8月底自己製作公司拍嘅電視同埋電影。不過因為之前都已經同過詩詩合作過2、3部，所以暫時都應該唔會再合作。但係為咗詩詩，佢就話會接少啲 job，因為依家要踏入人生另一個階段，做多啲幕後嘅嘢。希望你下一階段係結婚啦。